后来继续来看中华县的议长谢展霖找网红、找记者开箱，把因家的好体公开给大家看，内底甚至有家庭式的篮球场，结果互外界质疑是咧颠好价。谢展霖回应讲，伊无要选县长，即届的开箱是因为每一届选举好体的议题拢会互人提来攻击，所以不如正面回应，互大家看一个够开。另外，针对伊的阿姊谢依凤，常常表态要来选县长，谢展霖也料讲阿姊并无得到厝内底的人的支持。前门可以当看到规面壁的酒图，会当放300-400罐酒。至楼的客厅有做升降，会当直接看落1楼。上来的时候，楼上可以看到东西。哦。也毋过，这内部装潢拢毋是上下的，上下面是3-4楼拍通起一座篮球场，另外也有视听空间等等的5路设施。谢展霖头一届开放媒体入去厝内翕装潢，也毋过红这个一个片，谢展霖也正面回应。已经跟国民党讲过，没有要选县长，这个都是我在12月初就安排的，选举的时间就会拿出来讨论。你与其要那时候拿出来讨论，现在过年的时候，大家闲在家。先拿出来讨论一下。面对这个，谢展霖认为，生活无啥物袂当红检视所在，是讲向开放媒体去翕引导，和地方政事解读者是和因阿姊小姐中华县长的大位有关系。安排，那他突发说宣布要选县长，那今天如果说好，今天如果是我爸妈有支持，我爸妈就会在后面给他背书。我今天为什么一直僵持不下的原因在这边。应该检视的是他的能力，而不是他们家住的房子有多大。谢依凤斗入那牙中华县长的初选，谢展霖是继续争取议长的连任。地方政坛成为这两个人除了竞争，也有合作的关系。谢展霖找媒体来翕引导，和选民大开眼界，也增加阿姊谢依凤选县长的可见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